南山公墓占地大约130公顷，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南区的发展。21号上午，由着南区甲安平区6位议员以及南区里长联谊会共同召开记者会，支持南山公墓的开发，极力来反对无意义的专区保留。为什么要开发南山公墓？就是将我们的南区的脏乱、治安、环保的问题，包括我们殡仪馆的问题一并处理，将原有殡仪馆废掉，把殡仪馆在这里做一个殡站价码抵押专区在那里面。那时候在后开了会，在各里去开个说明会，受到很多的反应和热烈的支持。107年，我们现任的总统，难道黄伟哲要把现任总统的版本就是抹杀掉吗？大便南区人吼，讲到南山公墓吼，可能讲的就会讲啊，这可能我看袂到啊，我们都不希望说大家拢是抱持着啊，这我看袂到啊，而进一步的去觉得说是否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讲你如果无法度用清配规个开发，无你若该保存的你保存嘛，该保留的你保留嘛，没有保留的价值你开发嘛，合理嘛。咱袂当全区保留，这对阮南区，阮住伫南区的市民做伤害的。文资的保留吼，这无问题吼。啊，不过你这个要有效率啊吼，你别按光规个规片的，还得这是要研究要保留什么？那根本安尼的根本安尼的吼嘛免安尼开这样侪时间吼，安尼7档外来吼，啊大家吼安尼陪伴伫安尼做研究吼，这非常的一个离谱啦。南区总共有37个里，现场出席的里长超过20位以上，包括里长联谊会会长廖坤才，以及南山公墓精神发展促进会会长苏三条里长嘛拢到场。因并无反对具有文史意义的区域来做保留，但反对全区保留会影响到地方的发展。阮南区37里的里长，大家拢共同去联署出阮的心声，阮绝对极力反对这个南山公墓无意义的保留。哦，南山公墓到南区有已经万人几啊10档的发展哦。反对文化要做保存，我们一定不反对这个文化的保存。你若讲认为讲。金门墓是差不多几啊百年前的，你就是将它列为迄个古迹，伊金门咱总去甲留起来，啊，剩的遐就是爱刷、爱整顿、爱开发。对此，市府民政局回应，因自头到尾拢是尊重地方的意见，并无讲要全区保留。至于民主审议的部分，民主处嘛表示，一切由民主委员会来审议。刚议员、里长都有提到，是不是在文资保存里面，我们可以就部分当然需要历史文化保存的，我们当然予以尊重。但是只要没有争议的，或者是对我们居民有帮助的地方，有生活品质能够提升的地方，我们民政局当然很希望能够尽速来做开发。那目前其实文资处并没有说全区把它做一个保留，或全区做文化景观，因为目前还在一个审议的一个阶段。目前审议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审议的一个决定。那我想，文资的一个审议，它是中央法规的一个规定。那有成立文资审议会的审议的部分，目前审议过程中，所以我们尊重专业的一个决定。争议700档的南山公墓保留或者是开发，因为民主审议将伫4月23来召开，这位里长烦恼，如果一旦确定，就无法度来改变。因此，现场的议员嘛要求希望会议会用个先暂缓。等待收集更侪民间的意见，或者是甲市长表达地方意见以后，才阁将资料送审议委员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